家好，今日嚟試揸呢架 MIFA 6座位的士，等大家感覺下裏邊空曠，前面呢度坐兩個，後邊嗰度呢就坐3個位。車尾呢度呢，如果瞓低咗呢，都可以擺4至6件行李嘅。咁呢架車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冇後備胎。呢個位掀一掀出嚟，就有一個補胎液同有一個氣泵。萬一條車胎漏咗氣呢，就需要呢兩個架撐嚟處理，然後先去車房補返條胎。我哋而家睇返呢個車頭，呢個呢就係 touchscreen 嚟嘅。第二呢個位呢，就可以睇到個電子胎壓器。而家呢部車呢，可以行405公里，但係未插滿嘅。如果插滿咗呢，大約可以行500公里嘅。左邊呢個呢掣呢，就係開呢個自動門，同小路寶一樣，閂都係撳返呢個掣。而右手邊後邊呢個位呢，就需要手動嘅，自己拉一拉，推一推後。呢邊就冇自動功能嘅。咁留意返呢架車呢，入波就係右邊，銀色呢個掣呢，最尾如果 parking 或者停呢，就需要撳呢個掣。左邊呢邊呢，就係打左燈、右燈。水撥都係呢邊嘅。呢個要留意，萬一漏氣呢，呢個電子胎壓呢，就會有顯示通知你或者提示你，然後你就去車房處理。其實呢架電車呢，揸落去呢，都係好舒適嘅。而死火燈呢，就比較特別，喺個頭上面。大約如果呢架車呢，充滿電呢，充到80-90% 呢，大約要45分鐘至1個鐘快叉。如果慢叉呢，大約要8小時嘅。好多司機都會衡量電車同小路寶嘅分別、租金嘅分別、舒適程度。咁如果以我一個司機嘅角度嚟講呢，小路寶就係正常選擇，因為電車嚟講，可能你去到都係要排隊，可能都係要等。但係入氣方面呢，相對等嘅時間呢，就相對會比較短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司機揸足12個鐘，咁佢就應該係揸小路寶或者4座呢啲電車，就唔係幾適宜考慮。咁最緊要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嘅需要。咁有啲叔叔 uncle 可能揸7至8個鐘，佢又想揾架舒適啲、靜啲，唔係踩到咁盡嗰啲呢，電車都係可以選擇嘅。暫時呢啲6人的士呢，我相信嘅優勢就係坐多2個乘客。如果有特別加錢嘅 order 呢，可能會相對輕香或者着數。咁如果你一般碌下街呢，可能就分別不大。如果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，同埋俾個讚好。我有最新特別嘅的士資訊或者消息，會第一時間發布。多謝各位。